今日咧嚟到海和山，就同大家介紹我身後面一排屋仔。咁有兩間屋仔而家係介紹嘅，一間就係交樓標準，一間就有裝修嘅。咁啊2000零尺屋啦，有花園、有天台、有套房、大客廳、大飯廳、靚廚房。咁而家同大家去參觀下啦。經大門入屋就會嚟到客飯廳嘅空間，大家可以見得到樓底相當之高。客廳有一個好大嘅玻璃趟接門，連接後花園，適合擺一啲大型嘅梳化，空間感真係十足。後花園比較開揚，喺個單邊位，望出去遠望到山景，地下都係鋪晒地磚，方便啲打理。側邊仲有個花園通道位置。由玄關位一入屋之後呢，其實有個緊廚嘅區域，入邊一個 U 型嘅設計，所需要嘅爐具基本上已經配備晒俾你噶啦。側邊仲有個工作套間。而廚房亦都連接咗一個小小嘅前院空間，當然地下唔少得一個客廁洗手間，十分之企理。跟住我哋沿樓梯上去寢區參觀，我哋先參觀呢間書房，比較方正，係一個長方形設計，主要個景觀望出去係好開揚，佢係望返後花園嘅景觀，遠望到山景。而第二間客房呢，帶咗一個露台，景觀亦都同書房一樣，望出去好開揚，係望到山景。同層有個浴室洗手間，有企缸嘅設計，亦都有窗，係屬於明廁。而一樓呢度亦都附設咗一間客套房，客套房嘅空間都唔細，可以擺到6尺嘅雙人床，做到3邊落床效果。亦都附設咗一個露台位置。套廁洗手間係配備咗浴缸，跟住嚟到2樓，全層係主人套房，附設咗前後嘅露台，側邊亦都有個大嘅透光窗，係望返花園通道。前面露台係遠望到山景，景觀比較開揚，所以呢個位置安裝睡床，作為一個寢區部分，十分之舒適。套廁浴室入邊採取咗5件頭嘅設計，除咗有企缸之外，亦都配備咗浴缸，亦都有雙星盤，景觀都係遠望山景，真係好開揚。而主人套房個採光度真係好好。咁大嘅主人房空間，中間仲可以擺啲梳化，側邊位置可以作為衣帽間使用。最後嚟到天台參觀，都比較方正實用嘅。大家如果想參觀呢個示範單位，記得快啲聯絡我康臣啊！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